上新的消息，咱要来看日本政坛的大人物，自民党众议员高市早苗，伊组团访问咱台湾。张辉总统热情地有甲因见面，伊讲感谢日本伫咧重要的国际场合，几啊届大力挺台湾。那高市早苗嘛讲，除了台日的关系，嘛要加强合作，确保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。总统热情地接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高市早苗等人。热情地致辞时阵，感谢日本政府伫重要的国际场合，几多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，希望双方合作建立非岸供应链。面对中国红色供应链日益扩张，我们希望台日作为彼此重要的经贸伙伴，能够在半导体、能源以及 AI 科技等领域持续密切合作。携手打造非红供应链。64岁高市早苗，去年甲现任日本首相石破茂竞争自民党党魁失败，因过伊原是日本政坛重量级的人物，因为伊从前以来接受到日本已经过身的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动用。互人认为是安倍接班人之一，不做过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、总务大臣，抑个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等职务，对国安甲经济事务正了解。伊甲热情地见面了后讲，除了台日关系，甲美国、澳洲、菲律宾的共鸣，因为共享价值也加強合作。加えて台湾、日本、にとどまらず、アメリカ、フィリピン、オーストラリアなどこのミニマルチ。高市以这段会见赖总統也拜會前總統蔡英文、立法院長韓國瑜等人，就台日關係、科技政策加經濟安全等問題交換意見。けれども、台湾と日本が技術協力をしていく、そして台湾も日本も世界にとって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、地域、国である。そう思ってもらえる。要は不可欠性というものを強化していく。これが私たちの平和を守ることにもなると考えて。對於問議兩岸關係時陣，高市早苗講，未應予中國侵略台灣的借口。日本正願意保持台海和平穩定，在和平的情形下，加台灣互相交流，共同創造繁榮合作。公司新聞綜合報導。